是本来欢欢喜喜讲好运到1万块，结果店员甲伊讲伊无得奖。桃园路德区这个查甫去彩券行开无1000块，扣到2张彩券，一张得100，另外一张得1万。结果店员煞甲伊讲伊干那得100尔。店员嘛无入电脑看卖，或者查甫人认为讲有互人侵占的感觉。落尾店头赶紧出面讲，因为迄一天店员的身体无拄好，才会失觉惨。 得奖啊！刮刮乐顶的出现同款的图，奖金1万块，欢欢喜喜要去换奖。店员说讲无得奖，互民众的心情变个真歹。嘛，这支彩券行无老实。他们只说1万块那张没有中奖，他说号码不对。我觉得好像我不跟他问的话，他就跟我说，好像就这件事就没有一样。桃园路德一个查甫人，进前开无1000块买4张刮刮乐来算，2张得奖，一张得100，一张得1万。查甫人虽叫因某去换奖，想袂到店员看一个编号了后，讲干那得100块，另外一张编号唔对，无得奖。因某登去甲查甫人讲，两个人拢感觉无对同。 搁一摆登去彩券行，叫店员搁录一摆号码条，店员才甲迄张搁找出来登录一摆，结果真正得1万块。端午节卖到现在是真的没有看过2000块以上的奖项，都是100、200跟未中奖居多。所以这我觉得这真的是昨天那个小姐的一时失误，真的很抱歉，因为这款刮刮乐是真的很少有那么高的奖项。 头家解说讲，普通店员会看刮刮乐无共区顶的3个英文字母来判断得奖的金额。不过，迄天店员身体无爽快，目睭火气，佮无按照 SOP 录号码条做确认，才会出包。这一年的身体状况也是我们中奖几率其中之一嘛，这不应该是这样子，工作归工作。刮刮乐得1万块，却因为换奖的流程出包，甲本来欢喜的心情拢拍歹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